Hello， 大家好，我係嗰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嘅。在疫情嘅期間啊，大家從我哋傾講帶好做嘢咩哦？今本呢我帶大家先嚟聊聊，先嚟看看呢。其實大家都提講，我哋屏東更加係台灣考級啲超有名嘅一個地方。屏東係考級啲有名喺哪呢？今本呢我哋特別邀請到來自屏東內部嘅我哋鄉親 TC 僑鋪嘅負責人邱俊宇來到現場，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屏東嘅考級啲到底有名喺哪？今年嘅考級啲有乜嘅特色呢？馬上來分享給同大家了解一下咯。分享我哋俊宇。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TC 僑鋪的負責人邱俊宇。分享俊宇來到我哋現場哦，今本呢都係特別邀請來同大家分享啊。雖然講更加我哋做唔得出去聊聊，不過繼續同大家提講我哋屏東嘅內部嘅我哋考級啲到底有哪啲特別嘅地方？下一次疫情過後，大家每天都可以來去聊聊一下，怎麼？錯。係啊，但俊宇我先請教一下，路卡本上啊，都係睇種鋼鐵嗎？我哋對設其實用鋼鐵啊，中間有一段我哋話有屬牆誒，我們是中盤，然後也有種過蓮霧，對，到現在是種可可。我好奇啊，安尼問喎，因為米飯安尼問嘅時間，因為種青島種牆嘅地方嘅人啊，會唔會今年都轉做嚟做考級啲？嗰時米飯問到喺種可可做考級啲咧，我都想問一下，路卡有得講點冇？基本上我有田，咱就可以種啊。其實我哋更加也是希望說有更多的學生可以歸到我哋屏東，自家可能本身冇田球誒，其實我哋有新島已經荒廢的田球，我們也是希望說可以中介他們來去租，對，租了然後來種可可。有個學生人過來講，我可能冇法度學種可可，我直接同大家來數個可可嘅條來做考級啲冇。像我們在合作社的部分，我哋其實新希望講學生嘅歸來，我哋可以輔導你，不管你是有沒有地，我們都可以輔導。你如果說我單純在外地可能會以銷售為主，當然人都希望講，過來你也一樣可以銷售巧克力，一樣是發揮你的專才啦。你也不用擔心說，剛來冇巧克力我就能賣，唔怕先來拿來巧克力，如意賣，至少替你有一定的收入嘛，那可以支撐你自己在這邊的生活。那第二是，其實年輕人返鄉，我相信已經講了很久了啦，政府一直在推說年輕人返鄉這部分，為什麼推不起來？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學生歸來，伊的朋友全部喺北部，伊歸來，伊都冇朋友誒，伊都冇朋友誒，米八伊今年喺田球的地步又唔對去做乜嘅，讀到問題嘛唔對問慢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啦，就是孤單啦，所以我哋希望講。你有乜個問題，其實我們都是一個輔導單位，對，我哋可以輔導你，我們可以解決你的問題，甚至你有什麼比如說你晚上大家無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什麼的，我們都 OK。係啊，有時我行業都行業有個產業嗬，可能有人可以批判佢，有個係輕鬆嘅，無論從我之前我有啲朋友啊。學嘅也係過來自家喺種菜種乜嘅種辣椒嗰度，佢都同我講以前啊真是嗰時節咁忙年嘅時節，佢跳下過來嘅時節，忙年到佢對自家嘅辣椒睇講法，你看到佢同佢講法，頭到安尼專員安尼講啊，都有個面度有個印象啦。唔過回到轉嚟講，專員自家也係傾向回到轉嚟路卡來接有個工作，也係講創業嘅嘛。其實種可可係爸爸種嘅，因為我哋原本係種牆嘅嘛，因為牆嘅其實家私越來越不好啦，對，所以爸爸也是想說，可能有乜個作物可以替代，嗰時嘅讀到秋式咖啡，他開始在推廣種植可可，有親戚當然替給我哋都先接受這個訊息嘛，吃可那些嘛，我哋先種可能可以冇啊。所以在那個時間點，其實替係爸爸種嘅呀。我歸來嘅時間一開始嘛，係做攀走。路卡除了鋼田，還有做攀走個。哇，這按無限那種相當行為來做一個考級啲咧。因為其實先種到可可啦，先種種你一定是需要它的出路嘛。其實農民先簡單。
它以种东西如果有收成啊，有可以卖啊，可以卖。我们单纯就是当初一开始就是单纯卖，可是卖啊，觉得说收入其实没有很好，效益没有很好，而且相对的，如果你有在家认真施肥的话，其实它的收入是没办法的。系啊，因为皮料也要钱，假使讲用真多皮料，虽然讲品质会真好，不过佮无法度好打平哦。错，所以我们这时间才一开始一度想要放弃啊。对，我们在103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想要放弃，就不想种，因为觉得种啊迄我们因为又要关顾，采收嘛还我们要去做啊。跟能力其实还蛮重的啦，所以我们想讲，干脆如果没有这个效益，那我们就干脆不要种。这时间才渐渐的开始靠啲coco的加工，这时间以前都像种啊，以前都单纯农夫啦，对现在就是农夫兼后置这样。几多种的接触那个coco的时间，有多么个困难吗？其实一开始当然以种植来讲，其实没乜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对这农体研究的做来做去的，看爸爸妈妈做，其实大致上都了解了。那可能就是修枝的部分，修枝的部分其实以修帕很重要。因为它是干生果嘛，它干生果的话，其实它在你枝干留越多，它的结果率就越高。对，你修帕还会清注意呢，莫总唔能像一般的那个果树啦，嗰条帕嘅树干修得太大，有没有？可是它必须通风，所以它基本的雏形是像苹果树。苹果树，对，所谓苹果树一枝起来，然后上面一叶子嘛，小学童话跟那种样子。最头下眼的看那树都安尼，一直出来的葵，就是它尽量是修成这个样子。可是对于可可来讲，是你枝干越多，它结越多果。对，我们可以讲像一枝风一类，它只有在那一枝上面可以结果，收成会比较差。对，所以我们的方式都是我们会留枝干，但是会必须。有些可以留，有些不能留。如果有啦，米下嗰种都尽量不给修迄个。你如果通风啊，因为你如果不通风，你留枝干太多，它也不会结果。还有，很奇怪哦，它只要你密不透风的那种，它就不会结果。对。你如果田家种的coco有差不多数量面积有一多啊。其实我哋冇种先多，一开始我哋想种100条。到去年的开始，我哋种差不多200条安尼。200条面积差不多一发一家。我哋种新发啦，我们一甲地种200棵而已。因为大家间距都拉过快一些安尼嘛。其实也是不对的。其实我哋统计下来，1分地是至少种到50棵。咁咩意思的？用办过。伊个收成才会比较成正比。安尼。正如过来天数之后，真是有一个品牌出来嘛，係你自家创立的嘛。其实小鋪係嗌一開始嗌高粱的呢。有個名嘅用蠻像的。TC 其实就是台湾 Coco 的意思啊。很简单就起心动念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做台湾的东西嘛。那我们就是用台湾的可可去制作嘛。所以我们就前面就取大写 TC，然后巧铺其实是。在日式的，因为巧克力其实在日本是很销售的，就是销售很棒，对，所以后续巧铺的概念就是比较属于日本式的那种以前的小店铺啊呢。先等一下一种感觉，他们那个名人就谢谢，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日本店铺的感觉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把它两个加在一起的这样。其实这个用意也quite好，名嘅也挺简单，挺好记啊。TC 巧铺，大家都是讲台湾 Coco。就后续就大家都说 TC 啊那样。对。那你建议卢卡种的 Coco 啊，更加还有分品种吗？其实台湾没法度分品种因为它源头的时候其实没有管控得很好，所以它在源头其实已经杂交到了。其实米咧都差不多，都有落到的啦。本身我哋种的，因为我讲像我哋一个农民大概
最多也就1甲地。那你1甲地，你不可能全部都是种单一品种。对，那在我们屏东来讲，又牵扯到一个问题是，我们隔壁田太近了。就大家都亲密，亲靠近。鸦片种单一品种，不过隔壁去种另外一种品种，其实它还是会杂交。因为风吹过去啊，怎么一下都轻容易搞错，很容易交到啦。所以其实品种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很着重在这上面。那你对你来讲，其实过来都种做考克的，有没有感觉最困难创意的品牌？经验谈啊，就是爸爸妈妈其实蛮会讲。巧克力我会做哈，其实一开始我做巧克力，爸爸妈妈是反对的。对，他不让我们做。其实讲种都好诶，做唔得啦，各做加工。反正你种都好，我哋有外汇工作不能做，落卡又有强的不能种。其实你那个路加减数你如何啦，不是按验证。做真实的主要的数念来源。其实爸爸妈妈反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巧克力前期投资很重。人家机器抢机器买，差不多都买200-300万啦。哇，真是！还不包含就是搭一个环境起来这样子。不过有安尼大的成本，还有啥物才可以顺的将一个品牌顺利红来，错吗？错。种可可其实大家都提讲，可能够简单每一天种下叶都有熟成的。不过还有啥物才是最重要的哟？用板熟成，用板加工，才係我哋台灣可可的精神所在。休息一下，見到可可的故事，我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做品牌係一個冇簡單的事情，無論哪一種經營，創業嘅考克力啦，終於佢哋用辦一本大家來肯定佢哋呢來成立一個品牌，繼續來搶高經營咯。因為前面有講到盧卡嘅人其實都唔支持來創立品牌一件事情。還有啥物你們用辦做，張本爸爸媽媽講，你們做嘅係一個錯嘅事情，肯定你們的做法。其實一開始時，爸爸媽媽反對嘅時候，我哋是不管他啦。我哋做我哋呢，我哋都看做錯嘅。我哋都應做啊，當然我對發一點脾氣啊，因為錢我哋嘛叫我冇錢，而且拿錢出來支持我哋阿人。所以當初一開始是有一點小家庭革命。到106年，因為我們104年成立，然後106年，其實在縣政府他們就有先辦了一個比賽，就是風味品評的比賽，在那個比賽我們就拿了金牌跟銀牌。第一排出去比賽啊！第一排比賽都用得獎誒，如金牌跟銀牌，所以在那一次之後，爸爸媽媽就覺得，哎呦，一個可以做哦，真是做出一個名聲來哦。有一個成績。後續爸爸媽媽都比較支持啊。啊，你哋替咧出去比賽得獎嘅巧克力，你哋係做乜嘅呀？我哋喺做黑巧克力這邊。一個按獎嘅無嘅巧克力，當個時係一道拍安尼嘛。從95%、85%、75%到65%。對。一開始得獎是95跟75。對。今年咧拍數幾點差點咧？加糖。加糖。糖加一個少嘅。95%都5%嘅糖。到85%就15%的糖，對，以此類推這樣。其實個味道來講，如果一個苦，一個甜安尼嘛，基本上啦對，一般大家去認知都會安尼啦，用苦甜去區分啦。其實巧克力來講會帶酸，對，它都會有酸度。但是對於來的我自己的製作方式來講，其實我有一個差別，我75%會比85%更酸。更酸，仲用辦公？我嘛唔知，很多消費者都來呀問講啊，怎麼你的75%還比85%更酸？因為85%糖比較少，照理說酸度會比較明顯。可是75%反而比85%還要酸。有個人哈，特別好一種酸味哦。有，我們有遇到客人是，他只要不酸的他不吃。真是的哦，我哪個人都有呢。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們在推廣可可的時候，其實很困難啊。在我一開始104年成立 TC 品牌 ，TC 巧布這個品牌的時候，一開始是跑百貨，我們跑了3年的百貨。不論係百貨公司啦，也係講世界百大名人都可以走過。我哋都可以去去走。
因为嘛抢唔到人，全部自家来，全部是家来。啊，我哋一开始我按的策略是，因为讲起我们希望说让全台湾各地的人都知道屏东有可可这个东西。对，因为在我们之前，其实的普宁，你看木义工，你知道屏东吗？他一定会跟你说，我知道垦丁。真是。对，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就只知道垦丁。对，那他们来屏东玩也只会去垦丁。对，那猪脚是顺路过，去买猪脚这样子。那你要怎么让消费者知道屏东可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可可是屏北嘛，对，都是种在屏北地区比较多，啊，屏南没办法种植。怎么个屏东的南部嘅片？因为人有落山风有迄风太太，可可以新疆风，因为伊的根没办法抓得很牢，对，它风一吹，因为它的叶面又大，风吹要一路帮所以你要怎么让消费者停在屏北？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那要让消费者自己来找我们，还不如我们直接去找消费者。嗰种人利用一个走司机、走百货公司，本台家提供，其实我们屏东还有其他名山都有一个可可。我嘛喺替个屏东可可出来这位，抢来喺外面跑市集。人开始啊，都喺这位时间，他个吃到一个巧克力，他个会有某个反应嘛？我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我喺高雄大热的时间，替摆出去摆档的，然后有一个妇人家行过来，我就背身嘛，伊身都酸酸，有配合，我即刻同我讲，你有个东西发一点，我拿出来卖。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大家对巧克力会酸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巧克力只有苦，要么就甜，不然就甜。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酸。其实我的一开始光推这个带有酸味的这个巧克力，其实走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不过巧克力其实酸味其实吃盐的事情，错吗？错。基本上都有一个酸味。反而现在人家国外大厂他开始喜欢做这种巧克力，他们会有一些小品牌，就是专门在做这种比较带有酸性的巧克力。对。其实吃盐的酸味这样一个甜盐的巧克力。你除了能做一个比赛，还有看到其他的巧克力，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吗？可以啊，我们前面给有不同颜色包装的那个。包装看来挺强呢。那个也是为了比赛去做的。要去那比赛哦，现在比赛啊？这个就是国际比赛。哇！其实我们108年的时候，县政府把国际比赛，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巧克力大赛，叫 ICA， 他把这个国际的比赛拉来台湾做。在台湾，我们屏东主办嘛，屏东主办替家喺台北，我们喺台北去参加比赛，然后第一届其实我是可可豆金牌。这叫给台湾没加工的没加工的，它也是台湾特别赛啦，如果抢台湾的业者可以去参赛。对，那第一届我是那一届，也只有办那一届，豆子比赛也只有办那一届，我是金牌。对，那后续如果都屏东那边来攀嘛，那我们就来做这些不同风味的巧克力来去参加比赛。像4种包装，下面有4种模样，可以同一类同大家说。可以啊，最前面的那个是花生，这个也是 Q 年的，Q 年的我们提国际比赛，英国皇家巧克力学院，我用这一支得到银牌。哇，反特嘎种巧克力安尼做，用反特嘎巧克力啊。这个反特其实喺我们汉人应该算汉人比较特有的吧。我们会去盐炒花生。炒反特。我没用一般像黑金刚嘛，跟我没用嘅，因为我喺新董事，我们新董事比较出名的就麻油。叫麻油啦。麻油同反特。对，所以我都用伊嘅反特，盐炒花生去做搭配巧克力。也系一种菜体的特色的。你那红色的呢？红色的是红梨。也系我们屏东的红梨。佢喺台东嘅，快些。中央喺我们台湾的特色。对，我的当然我会希望讲用屏东的东西啦，但是有一些东西喺屏东讲冇的啦。就像我哋要做一个洛神花。洛神喺哪嘢啊？最这边的。对。最优秀片对我来讲係主管色的嘅，係喺洛神。你洛神花屏东都冇啊？其实洛神的部分，大部分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过屏东的量高可能都没安排啦。没有办法要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品质呀，那个量。啊，你拍出来的喏？拍出来是牛奶。牛奶。啊，以牛奶像牛奶，我哋都冇法度用台湾的东西。我哋我用奶粉。对，其实牛奶也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其实我哋也很想要用台湾的东西，因为湾蛋牛奶很多啊。听说我哋台湾挺有名的牛奶也够多啊。都提湾蛋嘛。那我们都跟找到一个万丹的一个乳牛场，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奶粉？台湾没有奶粉啊，冇做奶粉，全部都新鲜的。全部唔会说台湾的路枪可以喝牛奶。对，他没有做奶粉啊，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加工成本太高。对，我哋又对湾蛋去牵线都屏科大。对，因为屏科大有机器嘛。我们就希望说，看能不能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可以生产出奶粉，那我们就用台湾在地的。对，目前还没有，还在研究之中。对，所以这部分我哋都冇法度用台湾的东西。你正如能出去比赛啊，你看有台湾这个比赛，有去个国际的比赛来讲，两者之间，一般的比赛竟然都在比嘛嘅喏，是在口味吗？还有其他的冇？其实比赛来讲，巧克力的比赛它比较着重在巧克力本身。如我哋比赛係寄我们做好的样品去给评审。今天某款包装的人做会讲包装会全部拆开，因为这会牵扯到就是品牌问题嘛。辨识度啊。对，所以包装是一定全部拆掉。就是只有里面的巧克力去评比，它单纯会看你的色泽。你巧克力在做调温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它很讲究，对，色泽、风味、脆度，这些都是基本条件。对，嗰时候可能可能也改到。你假使讲，人哋比赛，应该讲每自家去现场做嘛，係用吹机吹嘅。假使讲机吹机唔惊迄个，也係讲机吹迄时就因为佢温度用迄个，会唔会有那种情形啊？也会，你都冇会呢？系啊，这只能说你的运气啊。好了，比赛也要靠运气啊，真实的。运气占7分呐。对啊，所以冇法度啊，陆兄来人继续英国比赛的用我今年还有比一个圆豆。如果以原本的头出去比赛啊，可是这个就遇到运送的问题。睇个罗马 S 嘅被人卡在海关。卡顿的，一路唔搬过。也要在另外一个很多检验费。我们这边已经检验，我已经提出检验的相关合格的证书不一。可是都已给一路面都讲。因为唔嘅检验咩人能自家鸦片咧？我鸦片嘛，要做100检验。我如果再拿100个钱，然后买过。哇，真是无通分享，真是唔知啊讲原来有个比赛地方还有按到无共用唔知啊的地方咧。哇，还有嗰度嘅精彩嘅，可能等一下继续讲，人哋继续第二个巧克力的故事吼。好 ，OK。哇，观众朋友，唔管假使讲，正如今日无分享嘅人，真是唔知啊讲，一般巧克力在比赛都在比嘛嘅呢。唔过除了比赛，巧克力今日的故事又还有哪条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说解哦。除了一般的巧克力之外呢，天使小铺今日还有哪一条无共的巧克力？请教一下俊宇咯。俊宇，头我有介绍讲，比赛的迄有的巧克力啊，也有出去得奖的巧克力啊。我看到还有一个一包一包的，太薄的有个迄么个呀？共用也系巧克力吗？拍色的个嘛。拍色的。个可可茶包。有个迄茶包。人家共用有做可可茶。可可茶包其实一路会附带的产品嘛。对，全部利用到都错。对，整个可可都可以完全利用啊。冇弄迄个啊，跟安好的东西。而且它有它的特色。其实我哋要跟妈妈也唔会差，因为以色系的真是喝起来。跟一般的茶叶是完全不一样。有可可的香味哈，对，喝起来又像美亚得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它是算有特色的商品。新冇共用的特别的一个茶，你一两个小包装的也共用的茶吗？一个是烤豆、圆豆另外一个是巧克力砖。巧克力砖，巧克力砖系乜嘅？其实一个产品也是发想
它属于原料，我们爱做巧克力的前身。其实最原本最基础的原料磨起来之后的那一块就叫巧克力砖。哦，中马跟买个产品，其实新的老一辈的，伊等会面都讲，因为现在吃巧克力是推行养生嘛，对，那伊等会一天就是吃个2颗3颗，可是你看黑等生要给贴贵耶。伊会面都讲来买个我每天都要吃呢，那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方式可以提供给他们去使用这样子？那我们就出这个东西，因为伊的效果其实跟巧克力是一样的，这只是不同的工序而已。其实按来讲，其他个口味也唔会差啊，其实最基础最原本的味道，伊等他们可以接受。对对伊等来讲，其实伊等会泡牛奶。泡牛奶其实更加新豆你都会用可可粉去泡嘛。因为可可粉其实它是抽完油脂的东西，它的健康程度会比较低一点。对健康来讲，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就是比较少量。按来来讲，我是个应用的，就做唔得鲜嘅可可要粉哦。错。安尼哦。对，所以其实对肉年糕来讲，它就是主要就要摄取那个可可脂的部分，是保养心血管的这个效用嘛。对，那我们如果建议他说，刚如买那种，以的使用方式同可可粉一样，你就拿去泡，泡了加牛奶，这样子你就直接喝，每天早上就喝一杯就够了。我做个有个可可砖，你就泡个稍微牛奶，自家就会用起嘛，打也就用也是。变成巧克力可可奶昔这样子的感觉。对，也挺好的方式。可是它一般某种的它打完之后，它泡完之后，它的上面会浮一层油。对，这是可可粉膜对，其实最后的部分都会当个给油嘛。所以我们都会同人家讲，唔看到给油，唔会褪色的，你不要把它摇起来。有人讲，哎呦，用的油呢。我们都会解释讲，这个油是最好的，你一定要把它喝掉。对，这样，所以才会出这支产品。我看一下，我除了做一个巧克力，还有一个亲戚的，你这个还不会做饼的哦。饼的部分其实可以跟另外一个品牌做合作合作的哦，唔免人自己做的，免人自己做的，因为我这边还是主要以巧克力为主。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部分？其实他跟你弄合商其实他跟你弄合商第一，我们觉得对可可产业来说，他跟你如果都是卖黑巧克力，同质性太高。买 Q 用买 Q 哦，都在你还会买会买，到底要买哪一个？其实消费者会没有办法去决定。那当然，你如果说你的品牌是很大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消费者他认定品牌的部分嘛。那对我的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小农，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那有比较特色的商品，我们是不是把它设定为米感屏东可可拢有米感的特色主力商品？像熊来都会以巧克力为主，熊伊的品牌都以饼干烘焙类为主。对，所以饼干来的前面合作都来可以合作，然后组成一个合作社。饼干慢慢的有更多的品牌看到我们这种合作模式，其实是互相帮助，我们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在市场上其实以它的品牌的巧克力商品都是从我这边拿的。我的饼干就是跟他拿的，所以我们会互相介绍。真是有个同业结盟吼，可能一般糖都异业结盟够多，有个同业结盟真是贵是有糖道理。对，也比较特殊啦，所以其实我们跟一般农业大佬对谈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我们这个概念，他们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啦？对对我们来讲，其实大家都是屏东可可的品牌，那屏东这么小，你如果还要在里面自己在那边互斗互打这样子，其实大家都赚不到钱。因为你共用也是合作社，也算一个小平台。我的有个概念是这样啦，就是大家互相共好啦。对，你不要说大家虽然是同业，但是互相竞争，然后甚至销价竞争，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对，大家都玩不下去啊。有几道青岛的三洋都会安尼做到最厉害的时间，大家都穿模好事。安尼做，他跟你都没有利益啊。对，还不如大家来集合起来，来等共他就讨论一个方式，因为毕竟屏东可可还算是新兴产业。对，那他对所有
品牌，就是有创立品牌的人来说，其实还可以去讨论的空间呐。对，不像咖啡，其实咖啡就是发展已经很久了，也够成熟的啦。对，所以他们如果要照我们这套模式，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你最近能自家喺做一个可可都更加啦吼，辛苦的也有哦，真好的拄到真好的人客，真欢喜的也有。你有你自家印象过什么人客啦，也係講發生喺你身邊周圍的故事嘛？當然也可以講一下啦。其實在我現在想來是一個教育啦，就是其實我哋睇創立一個品牌是嘅。弄回来很爽的呀！我25歲創立這個品牌，哇，對，26歲，真好爽呢。對，所以其實這是個就比較不懂一些商場上的部分的問題。對，在那個時候其實遇到一個老師，他很極力的推我們去做巧克力，甚至他說你只要跟他買機器，我的所有的技術都會教你。對，那當然好爽的嘛，按來本來都會做下嘅有一個人很高矮，當然我就會覺得說好，那我趕快買機器，我就來開始學怎麼做。一個機器買下去，一路唔講了。結果佢味道買唔嘅騙哦，就是我覺得是經驗談啊，就是因為這件事情來的嘛，底供不能輕易的去相信別人。的一些殷勤的部分，就是他無辜獻殷勤，那他一定有所圖嘛。對，那他到底圖的是什麼？其實就是要了解清楚。我才有學到一個經驗啦，之後都會做各些注意一些的。所以這個是一開始的經驗啦，就是從入行的時候開始覺得，遇到這件事情，讓我們可以學習說，原來商場上是這個樣子。不過行到今啊，其實你的生意啦，不管係製程也係生產都已經夠穩定了嘛。未來你還有兩版的想法，從一個同業結盟啦也好，也係請更多目標的可能性呢？其實我哋有分兩個部分啊。對於同業結盟一個部分，像合作社的部分，我們是希望說越多人進來越好，就是越多人肯定用相對應用這種方式去把屏東可可的產業提升。我覺得這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啦。對啊，針對我個人品牌來講，我們後續會推出一個布朗尼蛋糕。也跟我都有興趣哦。對，布朗尼蛋糕是現在推出了，然後之後會推出瑞士卷。對，瑞士卷啊，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小故事。對，因為瑞士卷的部分是因為我媽媽前2年過會的。喺過會前幾段時間，因為他是乳癌，他是癌症啊。那時候其實醫生是說不能吃甜食。可是媽媽都生日嘛，我就想說媽媽生日啊，她那時候也沒辦法回家，她都在醫院啊。我就買了那種比較少奶油的，就是瑞士卷，它其實只有中間那一層是奶油。對，我就買了那個給她吃，這樣。然後媽媽平常也很少吃甜食，結果一吃到那個，她就覺得很好吃，她就想要再吃。對，可是我也是跟他說，這個沒有辦法再吃了，你就只能吃這裡。是一個量啊。對，你就只能吃這樣子量啊。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媽媽就說，那未來你是不是有這個機會去做這個東西，用我們自己的巧克力去做這個東西？我說好，我一定會去努力這件事情的。哇，對，所以雖然媽媽走了，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對媽媽的承諾，所以我還是會把它做出來的。對啊，因為現在疫情，它沒有辦法。不過唔怕，我哋天天咧等一個有媽媽願望嘅一個瑞士卷給人搞新本人期待呢。對，就希望後續推出的時候，大家會喜歡這個味道。也希望講繼續有你哋聽數吼，像媽媽嘅願望也好，你哋自家嘅想法也好，搬一個台灣嘅可可，我哋屏東嘅可可，搬越來越多人地，越來越可以好好嘅發展，真是搬做一個真好嘅產業。對，我覺得這個產業的後續發展是非常大的啦，因為畢竟可可啊，喺台灣來講，不要說台灣啦，你全世界其實巧克力都是流通的商品。對，有很多東西，像咖啡、可可，其實全世界都有在用。對，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發揮的題材啊。
系啊，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好咯，系啊，哇，观众朋友，看今日啊，正如同我哋分享，真正我哋台灣嘅可可唔單止屏東啦，10多年投入，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嚟支持我哋台灣嘅農業。重要係講，有閒可以來到我哋屏東留了，唔係搶墾丁哦，也係主角，我哋還有台灣嘅可可哦，係咪啊？正如是，感謝我哋的按精彩小故事，同我哋按好嘅產品同大家分享哦，多謝。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我嘛希望講，其實經過疫情期間，當然無法度出來行了啦。可是我哋睇網絡上，其實都有在販售我們屏東可可小農的商品。那你支持我們，我們就是會代替你們去支持這塊土地。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重要，因為我們需要有金錢上的支撐。那你支持我們，我們就可以把這份力量去轉化成支持土地這件事情上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屏東可可。好哦，為咗支持我哋自家嘅健康，大家先停頓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個好好運動嘅時節，我係阿凱先生，今日要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首先，我哋將兩隻腳好伸出，兩隻手並攏好，下沙下來嗰度係腳嘅動作哦，大家要看一下，好，and 酷腳趾。苦，伸直，苦，腳趾，苦，伸直，3，腳趾，苦，伸直，4，腳趾，苦，伸直，苦，撒下來一個7條會轉過來。and 伸直 and 苦7條打過來 and 伸直 and 聽一擺轉伸直 and 苦打過來直第3擺苦轉過去伸直 and 苦打過來，直，第4擺，苦，轉過去，伸直 ，and 苦，轉過來，直，撒下來會加速哦，天天身上向下做 ，and 打加速 ，and 關風來，伸直，眼神。一次次地打過來向前 ，and 數 ，and 彎，打過來伸直，再一擺 and 打過來，關風來伸直，不能一次次地向前數打過來 ，and 過來 ，and 數。打過來，第3擺 and 開，關風來，伸直，眼神向前，伸直，數打過來 ，and 數 ，and 苦，打過來，第4擺開，關風來。伸直 ，and 眼神 ，and 過來，數，打過來 ，and 數，下一個動作，腳向前數打過來 ，and 數，向右邊打過來 ，and 數，後背。and 數
轻轻的哭一下 ，and 再一摆前面数，右边数，右背数，哭一下 ，and 冇相同哦 ，and 数的哭一下 ，and 右边。数会哭一下，后背数哭一下，第二摆脚向前哭，右边哭，后背哭 ，and 再哭一下，向上，会跳起哦。and 反动作的哦，向前哭，打过来，数过来，右边哭，打过来，数，后背哭，打过来，数，哭一下 ，and 再一摆 ，and 哭，打过来，数，右边哭，打过来，数，后背哭，打过来，数 ，and 哭一下 ，and 有反动作的哦。向前，哭，后背的脚伸直 ，and 数过来，弯后背 ，and 哭，前面的脚数过来，右边，哭，左边，数 ，and 左边，哭，右边，数。当一摆前面哭，后背的脚伸直过来 ，and 后背哭，前面的脚过来 ，and 右边哭，左边数 ，and 左边哭，右边。数，和我哋双手打过来，休息一下，我哋为弯片做动作的哦。and 脚上四再摆，二上四，第三摆二。上四一起跳关风来 ，and 唇齿 ，and 哭打过来，唇齿 ，and 第二摆关风来，唇齿 ，and 哭打过来，数第三摆脚。唇齿 ，and 哭，打过来，唇齿，第四摆 ，and 转 ，and 齿 ，and 哭，打过来，唇齿，接下来一加速哦 ，and 开 ，and 关风来，唇齿，眼神向前，唇齿数打过来。and 过来，数向前，打过来 ，and 数，第二摆，数，关风来，下，眼神向前，唇齿数打过来 ，and 数，打过来，第四摆 ，and 哭。
，and 唇齿，眼神向前竖打开，and 竖，and 竖打开来 ，and 好，好竖牙膏，调戏一下，你弯通做的哦，做脚开始向前。and 竖加竖，照片打开来 ，and 竖后背 ，and 竖 ，and 开一下，轻轻的调起，前面竖 ，and 竖后背竖。开一下 ，and 再一摆，前面竖照片开竖后背竖开一下，会弯动作的哦 ，and 前面开打开来竖照片开打开来，竖后背，打开来，竖 ，and 开一下，会弯动作的哦 ，and 前面，后脚伸直，竖过来，后背，顺直，竖过来。左片打开来，右片竖右片左片竖，张一摆前面后背竖后背前面竖。照片，打开，竖 ，and 打开，and 竖，好，竖丝做竖 ，and 下，右竖，下，两只竖，高。and 竖调起，今日的动作都学会冇？会记得明日要天线上运动一下哦，也个身体同精神会变加更好哦。好好运动，我哋下拜见，拜拜。